迈阿密马林鱼队台湾选手陈伟英今天在客场对上辛辛那提红人队，他中继2局被狂轰4发全垒打失10分，防御率飙至 24.75， 不过也在惨烈赛事中悄悄达成美职生涯1000局投球。陈伟英本季从牛棚出发，第一次出赛于1日，仅投2人次，被敲1支安打，没抓到出局数就退场。第二次出赛则是于3日，中继2局被敲2支安打，满垒时丢触身球失1分。陈伟英今天在第6局，球队0-4落后时上场中继，一开始就被敲安打，投出保送，接着再被敲安，加上右外野手失误掉2分。投出身球后，更连续被坎普、Matt Kemp、斯瓦瑞兹、Eugenio Suarez、薛伯勒、Scott Schebler 敲出3支全垒打，这局狂失7分，不过3个出局数都是3振。第7局陈伟英续投，先被敲2垒安打，再投出保送，之后又被法莫 Kyle Farmer 扛了1发3分全垒打，最后用2个飞球结束这局。总计陈伟英中继2局，被敲出7支安打含4发全垒打，投2次保送，3次3振，失掉10分，目前防御率高达 24.75， 中场马林鱼以0-14败北。不过今天陈伟英达阵美职生涯1000局投球，目前已累积1000.1局，为台湾第1位、亚洲第5位达成此纪录的选手。